迎收看中嘉新闻周报，我是李品荣。新闻首先带您看到高雄行政院投入880亿元的经费，推动高雄小港机场改建。不过，新机场的议题始终没有退烧。由于小港机场占地超过800公顷，一旦未来迁移，将会释出罕见的大面积开发土地，也让地方开始想象未来的发展蓝图。高雄小港机场紧邻市区，周边土地受到航高、噪音管制等因素影响发展。地方认为，若未来新机场落脚其他区域，现有的机场腹地可望成为高雄市最大的都市更新基地，不仅能规划住宅、商业和产业专区，更能串联亚湾、小港和前镇等地的发展，打造南台湾新的城市核心。小港机场受限于就是宵禁的问题，所以我们也目前也在扩建，也在增加停车空间，增加停机坪空间，增加室内食衣住行的空间，这个我们都会努力但是未来如果有24小时的机场能够成功之后我想这高雄会有不一样崭新的面貌。那当然就是24小时机场之后，小港机场它会继续当城市机场，或者是说，如果24小时的机场可以完全来把高雄航班全部都容纳进来的话那小港机场这一块地又可以变成一个多元的包括科技大厂包括所有的商业区、曼哈顿之类的这样子一个城市的规模、商区的规模，可以在进驻在小港机场的原场地，所以我们就保留这个曼哈顿的空间先盖24小时的机场，那继续再来努力。地方也期待，如果能透过整体的规划导入科技产业、研发基地和公共建设，不但可以带动人口回流和就业机会，更有机会翻转南高雄的发展格局，让长期被讥为机场后花园的区域，跃升成为城市发展的新引擎。结合那个台积电让南北均衡不一定说台积电就是一定要在北部，那我们南部也可以就像我们可以。就牵动到，就像说机场到南新，我们变成一个24小时的机场，那非常两全其美而且对我们周遭居民，甚至说要南北高雄，或者是我们的从这边到桂林，也会变得非常方便，时间上也会减少了许多。机场如果移到南新的话，24小时这边交通就比较方便。而且带动地方繁荣，这一块地很大，它的腹地周边都是很好的，我们是期待虽然24小时的新机场仍停留在讨论阶段，但对地方而言，如何借由新机场带动南高雄全面发展，已是各界关注的课题。未来高雄究竟是拥有一座升级版的小港机场，还是迎来全新的24小时国际机场，也将牵动这一片珍贵土地下一个世代的发展。记者张世明高雄报道。高铁延伸高雄方案因为前段工程与爱河斜光桥结构冲突，铁道局严拟拆除，引发了地方的议论。由于该桥承载地方多年的历史情感，绿川里呼吁在推动建设之余，除了要尊重地方的意见外，也务必做好工程的安全配套。高铁延伸屏东朝高雄方案推进，未来路线预计沿着台铁地下隧道的北侧进行开挖。不过现在传出高铁在浅盾穿越爱河时，路线刚好位在斜光桥的正下方，导致桥桩基础与浅盾隧道结构位置产生冲突，因此交通部铁道局严拟拆除这座桥梁。消息一出，让地方民众都相当讶异。无彩因为你若假日你来看真侪爸爸妈妈小朋友安尼，大家拢足欢喜假日你来甲看足欢乐的，因为安尼拄好有几条嘛，你若开条是毋是袂断线去就位一边也袂当，迄边无方便若是因为这样移除的话，那绿廊道因为中断了，我们三民跟鼓山中间又无法联系，这文化是不是历史跟商业经济是不是会中断？一段旧铁轨旁边还矗立着几根日治时期的铁道电杆，这些是1941年高雄川桥上的铁道原貌。2009年，为了配合高雄铁路地下化工程，新建了这座临时铁路桥，并在2018年改建为自行车道桥。路桥承载了地方多年的铁道情感，如今面临拆除命运。铁道局说明，目前还在研拟如何降低对地方的影响，后续也会与高雄市政府持续进行协调。斜光桥因为目前是自行车道在使用，那
后续我们就是要跟市政府去协调，说这个斜光桥的自行车道的部分要做怎么样的处理啊，或者是说要新建再拆，还是自行车道要改线？那这个部分我们都要进一步跟市政府来协调。除了情感，地方也在意高铁延伸的工程品质。在铁路地下化后，绿川里内接续就发生地层下陷、街道淹水以及民宅房屋倾斜等问题。里长要求铁道施工时务必做好安全控管。伊讲甲拍砖了，吞阿姆都吞了，其实嘛同款啊，同款嘛是进行吞的，赶紧叫你签合开书啊。就是请政府先注意到我们铁路地下之后产生了一些问题，地质问题，因为我们这边爱河区嘛，属于地质比较柔软啊，湿地，那要再重建高铁，再往下延伸、往下浅顿的时候，那我们附近的住户会不会有安全问题？铁道局预计在年底前与高雄市政府协调出地方满意的方案，期盼让高铁工程能顺利推动，也让民众在未来能安心享有建设带来的交通便利。记者吴佩珊高雄报道。半屏山南侧的东南水泥旧厂区都市计划变更日前审议通过，将近15公顷的工业区将活化转型，其中8公顷变更为特定商业专用区。计划内还包括新辟一条连通高铁站与台积电厂区的道路，厂区有望成为半导体 S 廊带的科技新门户。从民国113年的空拍图可以看到，半屏山南侧的东南水泥旧厂，当时还留有高耸的水泥储存桶仓，远方还有剩余厂区与拆除中的构造物。不过现在重回现场，建物已经全数拆除，露出一整片平坦的腹地。高雄市都市计划委员会日前通过东南水泥原厂区都市计划变更案，将原本14.93公顷的工业区正式变更为8公顷的特定商业专用区，其余则规划为公共设施用地，未来将作为半导体 S 廊带强大的发展腹地。未来它除了做厂办，那我们也有给一些的所谓的商业使用。那再来，我们有规划相关良好的一些公共设施等等。我们希望它能够创造一个所谓的产业转型跟棕地再生的一个示范。它有部分的土地其实临近我们半屏山，而且它是山坡地。那我们这些山坡地，我们就是维持公园用地使用。那再来，它本身基地里面有划滞洪使用地，所以它肩负的地方避免它淹水什么，所以它担负了一些自然生态资源的一个保育跟环境永续发展的一个责任。整个都市计划内容还包括在计划地南侧开辟一条宽22公尺的全新道路，直接连接左营高铁站，一路通往台积电厂区的园区东路。同时，这条道路也将顺利衔接目前正在兴建中的国道1号联络道。若开通，不仅能有效加速左营与仁武之间的交通往来，更为左营整体的区域发展注入强心针。这里的道路如果打通的话，不仅是台积电包括左营南子跟仁武的民众都会受益要来高铁后面也比较方便。只是这条道路用地一部分仍属于私人土地，若要完整开通，还需要市府团队加速跨部门整合以及协调。这边好像都是私人地比较多嘛，公有的土地比较少借着那个都市变更的土地开发会有一些那个抵会地给我们市府，然后我们市府可以利用这些抵会地不论是做公共设施也好，或是盖一些社宅也好，都是很好的用途。未来随着台积电厂区陆续完工，国道1号联络道开通，以及公办重划的逐步落实，半屏山南路将展现全新风貌。这块昔日的工业旧厂将有望蜕变为港都的科技新门户。记者吴佩珊高雄报道。高雄车站完工后，周边开发也加速推进。过去陪伴许多市民搭车往返的国光客运与高雄客运站，近期已经启动拆除作业，未来将会透过都市更新重新开发。随着车站特区多处基地陆续招商动工，老市区也正迎来新一波的转型契机。大型机具忙进忙出，现场只剩下一大片瓦砾堆。这里原本是国光与高雄客运的站体用地，过去是不少人搭乘往返的重要据点。不过，随着都更计划启动，基地近期展开拆除作业，原本的建筑物也已经全数移平。对过去在这里搭车的民众来说，心中难免感到有些不舍。
过往我小时候的时候都会搭公车来到高雄啊，就是在这边下车的。那你看它现在被拆掉了，会不会有点感慨一样？会，我会觉得时间在走很快。高雄车站完工过后，周边的开发脚步也逐渐加快。除了高雄客运基地民办都更案之外，车专4、车专5公办都更案也陆续完成招商。车站周边的老旧街区正逐步迎来翻转契机。它其实现在这边都一直在做更新，然后都比以前就是变观感上就会变比较舒服一点这样。对，在火车站附近的所有的居民都很开心，说能改变，有改变才有机会啊。高雄都发局表示，目前车站周边已经陆续推动多处公办都更案，希望透过活化公有土地，发挥抛砖引玉的效果，吸引更多民间资源投入开发，带动整体区域更新。对，简单讲就是用公代私，公家它在比较大型的易于自己也持有的一些国私有地，我们就推动去整合。那比较大型的，它落在那一个捷运站、场站的周边，它就形成一个触媒。这个周遭的一个商圈也是相当的成熟，那毕竟就是老商圈了，所以透天的产品还是比较居多的。因为我们这个博爱路沿线的一个透天，其实也是陆陆续续有一些建商在收购，所以我相信这个火车站周围如果盖好之后，我相信这些透天的一些居民应该也会蛮愿意的配合来做都更的一个事宜啊。高雄车站历经多年施工，如今站体与周边建设陆续完成，而随着客运站走入历史，都更案接棒登场，这片陪伴许多人成长的老城区，也正一步步的迎向新的城市样貌。记者传军高雄报道。1枚50元的硬币就可以吃到招牌的麻酱面和鲜甜滋味的炸蔬菜球。开在三民区的低调素食面店，是在地人都知道的铜板美食。不仅价格实惠，还传承了总舖师爸爸的好手艺，让平价古早味持续飘香在地。中午用餐时间一到，不少客人陆续前来点餐。在三民区开业15年左右的素食面店，没有显目的招牌，只在门前放了一面旗帜，但低调的小店却是在地人都知道的铜板美食。不仅味道古早，分量饱足，价格也格外的实惠亲民。我想说，这样子比较让人家方便呐。不要赚那么多啦，我是心里这样子想，对，所以说没有提高价位。我们饭是素燥饭20，然后便当70，然后面是有干面30，麻酱面35，当归面45，还有烫青菜20。然后素丸子1颗5块。刚起锅的面条盛入碗中，再淋上香浓麻酱与特制的素肉燥，随着筷子来回搅拌，浓郁香气也跟着扑鼻而来。经营多年的素食面店，不只传承了总舖师父亲的好手艺，也延续母亲早年在中都经营了20年素食摊的好口碑，将一家人的味道与记忆，透过一碗碗面食传承给前来的客人。麻酱面我们自己调的，然后很香很浓，还有加青菜啊，面条又 QQ， 是现煮现做，所以会比较 Q。丸子是爸爸以前年代他教我们做的，所以我们就给他继续传承下去这样子。我爸爸就是以前是板德的那个厨师，刚好有兴趣，我就把它学起来。从父母亲手中传承下来的好味道，即便经过10多年，依旧飘香在地。小店没有华丽的装潢，也不仰赖大肆宣传，靠着古早滋味与实惠的价格，默默陪伴饕客长大成人。记者洪俊杰、李品荣高雄报道。全国知名的所长茶叶蛋现在正式进军早餐市场，推出全新品牌。首间门市就选在台南新市开设，主打高蛋白、低负担的餐点，为消费者带来全新的健康早餐新选择。有着史上最龟毛茶叶蛋称号的所长茶叶蛋，延续品牌对品质与风味的坚持，正式踏足早餐市场，成立 Lady Dough 这个全新品牌，并将熟悉的食材重新转化。推出如豆干汉堡、豆浆烤饼等创新餐点，兼顾美味与营养，也让早餐市场有了更多元的选择。
所长茶叶蛋呢，跨足了另外一个新品牌，叫做 Lady 豆。而为什么要叫做 Lady 豆呢？是其实最主要是以豆制为主要。所长茶叶蛋呢，其实是在提供蛋白质，就原型植物的蛋白质，还有那个不管是动物性蛋白还是植物性蛋白，这次最主要是以植物性蛋白为主。我们有一个汉堡呢，汉堡一般都是淀粉。然后我们这次就把那个汉堡的汉堡皮用豆干，用一块大黑豆干来取代到汉堡皮。然后第一呢，现在的人呢不希望吃得太高热量，然后我们希望给予的是一个低热量、高健康、高蛋白的摄取。其实这个是整个这家概念店最主要的创想开始。Lady 豆餐点设计特别邀请型男主厨阿明师操刀，希望带给消费者视觉与美味的双重享受。我今天点的是手打碗肉烤饼，然后因为它这个是素肉，但是它口感吃起来完全不像素肉，我觉得很好吃。然后它的饼皮，我觉得口感很好。拿来当早餐可以，而且没有负担。豆干还有生菜沙拉，然后还有一个烤饼。还有薯条，还蛮丰盛的。那你觉得这种组合当做早餐，你觉得口味怎么样？很好，就是对，就是很均衡。然后烤饼又是豆浆做的，所以觉得很好，很健康。这个饼皮里面是用80%的豆浆去制作这个饼皮，所以它的面粉含量很少，所以它比较容易碎。那我们也有把它做成那个脆饼。我们今天因为跟所长结合，所以我们里面有用了马铃薯泥，然后再加上我们的红玉乌龙的那个茶叶蛋，然后再加上我们2种乳酪丝，所以素食的人也可以吃。然后我们就用我们的锅子干烙它，就不用什么油，再油稍微擦一下就好。然后我们干烙了之后，我们再用那个兰姆酒在火焰炙烧它，让它有点像是甜点的概念，可是我们搭配了我们的那个巴萨米克醋。那你吃起来就会很清爽，然后不会油腻，然后也很健康。开幕期间，店家特别推出4重好礼送活动，并推出期间限定优惠，吸引许多消费者亲自上门体验这健康美味的早餐新风格。台南新闻张伟忠采访报道。艺术不只存在画廊，也可以走进饭店的空间，甚至化成面包香气。台南知名酒店推出结合视觉与味觉的跨界艺术展，找来艺术家林佩璇办展，以及曾经获得世界冠军的面包师傅吴子敬，以画作色彩为灵感，研发限定的欧式面包，让民众从视觉与味觉感受艺术想象。深蓝星空色彩搭配金箔流动闪耀，宛如宇宙星河般梦幻。出身陶艺世家的艺术家林佩璇，将陶瓷彩绘技法延伸到画布，在台南精英酒店推出特展，透过色彩堆叠与金箔线条，呈现生命流转及宇宙连结的想象。其中最受瞩目的作品是这件知心。我人生第一幅跟我的12岁女儿吴小仙一起创作，那这一幅画也是我们人生最大幅的，它是长达360公分乘以120公分。那我在把基底上基底之后，那它在上面加上了它自己的独到见解的光芒，然后把整个星系串联起来，赋予它新的生命力。母女透过创作对话，让艺术展多了温暖情感与传承意义。这次展览除了视觉艺术，也延伸到味觉体验。曾经获得世界冠军面包师殊荣的吴子敬，特别从妻子的画作色彩中汲取灵感，以擅长的鲁邦种自然发酵技术，研发覆盆子蝶豆花与覆盆子巧克力2款限定面包。这次的面包大概就是用比较法式传统的高水量的洛代夫乡村面包下去做，那就是颜色用蝶豆花和覆盆子去做出粉红色和蓝色的效果，就把它模拟成像画中的那个意境一样。搭
配选画作的颜色。那我透露个小秘密，其实以我所学，这2个颜色搭起来，它代表就是开始走动，也就是说行动。所以大家吃的时候，一边也可以去想一下，就是说我吃的这个面包，我就是有满满的执行力。夫妻档从视觉到味觉的联名创意，展现文化美学与餐饮融合的新形态，为台南观光与艺文旅宿注入更多特色与话题性。记者邱怀谈的报道。国立台南佳琪高中流行服饰科115级毕业成果展登场，以白日梦为主题，96位毕业生不仅亲自操刀服装设计，以针线为笔描绘心中的梦境与风景，更走上伸展台担任模特儿，将3年累积的专业实力完美呈现。以迪士尼美人鱼中的反派角色乌苏拉为灵感，运用暗黑紫色展现服装的奢华气质，还有特别以鲜红色彩象征生命历程中的伤痛与挣扎，更透过黑白交织诉说青春中的成长与蜕变。佳琪高中流行服饰科115级毕业成果展，96位毕业生以 Reverie 为主题，把3年所学完整呈现在伸展台上。白是我们的青春那一面，然后黑可能是我们在成长过程中可能有一些小挫折，所以我们希望把挫折跟青春融合在一起，成为一个全新的成果。毕业后就是全新的自己。我们在梦中，然后一步一步的成长，然后我们会感受到挫折，我们会感受到困难，但是我们依旧努力，然后去实践出我们的那个梦。学生透过服装设计描绘心中的梦想。这次毕展从灵感发想、打版、材质搭配到裁剪制作、整体造型设计，甚至舞台灯光、音乐剪辑以及前导片拍摄，全都由学生团队一手包办。其中整体造型特色班不只设计服装，更结合妆法与饰品搭配，打造完整时尚造型。 Fashion design 这件事情，它不仅不会被这个科技的浪潮所取代，在这个产业的趋势之下，流行服饰科的整体的这个表现，不仅呢不会被时代淘汰，那更多的我们未来会再加上更多 AI 的元素。面对 AI 浪潮冲击，不少产业逐渐被科技取代。不过校方强调，时尚设计最核心的创意与美感，仍然需要人来创造。今年毕业生在全国技艺竞赛中也缴出亮眼成绩，展现坚强实力。未来不少学生也将透过绩优保送，持续朝时尚设计领域迈进。记者邱海棠的报道。台南社区大学台江分校所开设的粉彩生活画图班，一位已经70岁的陈碧英女士，在4年前报名课程学习，从完全没有基础到现在已经2次入选南美展，透过创作不断的挑战自我，从中找到长久学习的热情和兴趣。台南社大台江分校所开设的粉彩生活绘画班，不管是基础或是进阶，主打轻松创作，让学员用粉彩记录生活，一直都是热门课程。学员多数是退休以后来这儿找到学习的热情和兴趣。其中已经70岁的陈碧英，因为喜爱画图，4年前女儿替她报名上课，想不到从完全没有基础到可以描绘出人物细微的眼神和肢体动作，在今年就以专注为题，画出自己孙子比赛踢足球的逼真，入选74届南美展，而且还是2度获选，相当难能可贵。他表示，那种沉浸画中身临其境的感受很难以言语形容。这个主题把它完成，也是有一些就是好几次都没有画成功，就一直再继续就再重画，所以说因为就是因为喜欢那个，所以要把它完成。在画作中也是觉得说，像有参与到进入那个赛程赛事里面，所以就觉得说画图也是给我一个很大的收获，就是说可以边
边画图也边感受很多。面对班上学员从素人到登上南美展的舞台，老师也与有荣焉。除了鼓励学员参赛自我挑战，也带动粉彩班的团队进步。同学大概都想要圆小时候的梦，大概都很有那个热忱，所以他们来画都是非常的努力。我画一张，他们画了好几张。那这一次那个有同学得奖，上次他也得奖。那我是希望说越来越多人得奖，然后有一些鼓励的作用，那大家蒸蒸日上越来越好。虽然受限体力，不过陈碧英表示，每天还是会手绘4个小时，尽情提笔挥洒，持续创作下去。记者郭恩吉台南报道。过去桃园市道路挖掘许可才每4日收费800元的机制，却意外的导致部分业者抱持着慢慢做的心态。为了大幅提升业者的施工效率，桃园市公务局养工处全面修订收费标准，未来将改为按日计费，期盼能够有效的缩短施工期，还给市民一条顺畅平稳的回家之路。桃园市近年来各项建设蓬勃发展，不过频繁的道路挖掘也成为用路人的梦魇。根据市府统计，近3年来，全桃园市平均每年有多达1万件的道路完工案件。过去曾发生工程已步入完工收尾阶段，工班却仍慢慢做，导致受影响的民众不满。探究背后原因，竟然跟过时的收费制度大有关联。过去的管理费的收费方式是每4日800块，那不论管线单位他在4日的这个哪一天去施工，他都要收800块。那对管线单位来讲，那反正我4天800块，我可以慢慢做，没关系。那未来调整之后是以日来做计价，等于说对好的管线单位来说，他施工1天可以做完，那他的费用相对其他单位就可以省下来。为了跟上物价调整，并加快业者处理速度，桃园市公务局决定修改收费标准。日前，这项收费新制已在市议会审查通过。未来管线单位的挖掘许可收费将迎来以下变革：首先，申请挖掘道路许可者将收取1000元基本费，市道区道许可施工范围每日加收300元，其他道路则是每日加收200元。除了道路使用管理费之外，市府这次也一并调涨了道路修复费，主要是因为历经疫情与乌俄战争影响，整体营建人力与原物料成本都大幅飙升。管线单位他在申请施工，他可以选择要自办修复或者是代办修复。那所谓的自办修复，就是管线单位做完之后，道路由他们自行修复，那我们进行会验接管的动作。那当然，有些管线单位它的案量太大，它没办法负担每个案件都自行修复，那就会交由市府来进行代办修复。那我们这次调整的费用就是针对这个代办修复费用来进行调整。那当管线单位它没办法自行修复，它会缴一笔代办费给我们，那由市府来办理修复的作业。养工处补充，业者若自行复原不另收费，但需通过市府验收。若交由收复费用以家方5公分沥青混凝土面层，从每平方公尺670元提高为750元。以过去常见的喷花地砖、人行道面层为例，每平方公尺900元将调整至1400元。因为是改成以日计价，那针对桃园市政府对管线单位施工的实际日期的控管，是能更有效的去掌握。那这有什么好处呢？就可以导致说，对民众来讲，我能掌握到实际施工的日期，那也可以让里长提前知道，来告知周边的居民说，今天要施工或者明天要施工，让民众可以提早的改道，或者是有相对应的措施，那减轻民众对交通的负担以及冲击。透过这波修复费与管理费的双重制度改革，桃园市府期盼不仅能督促管线业者精进效率、缩短施工期，更要让桃园市民摆脱到处都在挖的交通噩梦，大幅提升整体市区的道路品质。记者李成浩，桃园采访报道。
桃园市警犬队办公厅舍日前在大园沙仑里正式动工，工程将新建包含办公与洽公空间、警犬宿舍及专属的训练场，预计在116年6月完工，并同步扩大现有3只侦报犬、3只缉毒犬的编制，强化未来治安量能。第一场移动谱。桃园市警犬队办公厅舍1号在大园沙仑里正式动工，将新建包含办公空间、警犬宿舍以及专属训练场，预计将在116年6月完工。桃园市长张善政表示，警犬队成立2年来，投入缉毒、治安侦查以及除暴专案，对桃园治安贡献良多。因此，市府也要帮他们打造专训基地，帮助领犬员跟警犬有更优质的工作与生活环境。今天对于我们桃园的治安警社建设来讲，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日子。我们在2年以前成立了警犬队，那么在上半年成立以后，经过训练、认证跟授接，在下半年就投入勤务。对于我们桃园的治安，不管是缉毒或是除暴专案，都贡献良多。但是过去2年一直用的是临时的犬舍，那么今天我们在大园的沙仑里正式的馆舍开始动工兴建。我们期待能够在最快的速度上面把这个犬舍完成，让我们不论是领犬员还是警犬，都有非常良好的环境空间。尤其是这个新的犬舍，它有足够的这个训练场地，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设施。那么期待说，在这个设施完成以后，对于我们桃园治安能够有进一步帮助，让我们桃园治安持续进步。谢谢。当天，桃园警犬队也全员出动，3只侦报犬、3只缉毒犬服从领犬员的指令，展现目前协助支援大型活动维安、犯罪侦查、缉毒等勤务。警犬队队长翁玉豪表示，未来编制将会扩增到11名人员、10只警犬，并善用室内外训练场来模拟各种勤务场域，强化警犬实战能力。我们现在的新的驻地的规划会朝向以优质、友善的方向来努力。那我们的犬舍呢，都会现在目前呢，我们都会这个观摩其他犬舍比较优质的部分，我们的优点各个犬舍的优点，我们都会去采纳，然后去做规划。那未来我们会在犬舍上会在扩编，人员的部分的话会扩编到11个，那犬只的话会扩编到10只。那这个部分的话，还是会侦报缉毒相乘相辅。那我们目前会有规划室内训练场跟室外训练场。那室内训练场的话，我们会针对各项这个我们模拟各项场域，那去让犬只呢多加练习，针对各种场域可能也会放置的比如说毒品或者是爆裂物来做训练。室外训练场的部分呢，我们会设置一些，比如说高低跳板或者是一些平衡木，这个是为了训练犬只在户外服勤的时候呢，会加强这部分的那个基础训练。警犬队基地选址位处桃园航空城区域内，未来警犬不只能获得妥善照护，专训场地也将提升他们缉毒、侦报与犯罪侦查的能力，成为守护城市安全的重要战力，强化未来治安量能。就引听报道。6月是各级学校的毕业季，那你有看过在水上办的毕业典礼吗？桃园百吉国小长期深耕水域教育与环境永续的课程，每年都会让毕业生到石门水库水域上自行划着立板，寻找并领取自己的雷雕毕业证书。副市长苏俊斌也特别出席体验，还不小心跌进水中，成为全场唯一的落汤鸡。跟着镜头一起来看看。百吉国小的毕业生们穿上救生衣跟装备，在石门水库划着 SUP 立板寻找自己的毕业证书。桃园百吉国小发展划船特色教育7年来，每年都会举办特别的水上毕业典礼。桃园副市长苏俊斌也特别出席，并一起体验划 SUP。没想到拍照时不小心落水，成为毕典中唯一的落汤鸡，也留下难忘的回忆。每个同学呢都要认真的划400公尺，才能够领到我们辛苦6年的毕业证书。那我们希望说，一来呢，给小朋友们难忘的回忆；另外一方面呢，也让大家不要忘记，我们身在大溪，我们在百吉，
我们在学校里面所学到的太阳文化、所学到的生态教育，还有我们学到的水域安全的教育能够让他们带着一起把百集的精神在桃园各地甚至台湾各地发扬光大。校长表示，百吉国小近年来在各种水域运动赛事上表现亮眼，透过课程跟训练，学生不仅学习水域运动技能，也认识自然环境，培养自救能力跟水域安全观念，并在过程当中建立团队合作及坚持到底的精神。百吉的划船特色已经大概有7年了，那如副市长刚刚讲的，我们的小孩是拿了桃园之光，就是全国第一。那所有在市比赛、全国赛各项的比赛，只要是划船，几乎都是百吉的天下。你们看澳门就知道这里是百吉的天下。小朋友除了认识水域活动这个自然环境，还兼有要自救那对他们来讲都是很美好的回忆。这场特别的水上毕业典礼，不仅毕业生们开心，家长也觉得很特别。原住民家长觉得，身为部落的孩子，这也是一种技能，让他们从中学习独立。就是还蛮特别，他们就是另外有水上的那个毕业典礼。对，我是第一次来，第一次来看。觉得说这种毕业典礼会不会觉得说蛮好的，让孩子可以有真难忘这样？对，就是体验不同的那个啦。我就觉得，就是毕业典礼有一个特别的体验这样子。这个是对小孩子是很好，也是一个体验。对，后来毕竟我们也是原住民，就是让他们更要去独立，去面对，对，去克服这些问题这样子。百吉国小长期深耕水域教育跟环境永续课程，将石门水库周边丰富的自然资源转化为学习场域，连毕业证书都是校方精心制作的雷雕证书，漂浮在水面上，让学生们自行领取，带给孩子们不同于一般学校的丰富学习体验，也让社会看见偏乡教育的无穷价值跟可能性。记者赖伟一同报道。AI 时代短影音当道，为了提升青少年媒体识读与防诈意识，中嘉宽频数位天空携手新北市公用频道活化运用委员会，共同举办2026华世代不受骗 AI 时代的防诈手机影像创作营。日前到清水高中国中部，带领学生学习手机拍摄、脚本设计、影音剪辑及 AI 工具应用，从中培养数位创作的能力。清水高中国中部学生专心聆听讲师分享，不时低头记录重点，并跟同学讨论脚本内容，现场学习气氛相当热络。为了提升青少年媒体识读能力跟防诈意识，中嘉宽频数位天空携手新北市公用频道活化运用委员会，共同举办2026华世代不受骗 AI 时代的防诈手机影像创作营，邀请专业讲师带领学生学习手机拍摄、脚本设计、影音剪辑到 AI 工具应用，从实作中培养数位创作能力。那我们今天能来到这边的学生，其实都是很有兴趣的其中大概有几位是国3所以我们当然是希望未来如果他们在毕业典礼啦，然后或者是在跟同学互动的时候，可以从原本的卡片制作成动态的影像，那当然这也比较符合他们这个华世代的互动语言那今天在课程当中呢，我们也透过课程的互动呢，希望能够教会他们所谓正确的媒体识读因为正确的媒体识读在他们这个时代是非常重要的。每天在手机或者网站上面呢看到讯息，他们要学会分辨所谓的一个真假。我相信这个是基本的一个技能。那当然今天在课程过后呢，他们会制作一些影片，未来也可以在公用频道上播出，来增加他们入驻的一个管道。23位学员在历经2天的课程跟1周的创作，最终创作出10支反诈主题短片。有同学将防治性骚扰跟反诈剧情结合，也有人拍摄网恋的照片、陷阱剧情，都展现出各自的创意跟学习成果，都表示学到很多。我觉得我学到了3幕剧，然后跟拍摄的技巧，还有演员的位置，然后跟过肩的技巧。演员的动作都很好，然后困难的地方是大家都会笑场，还有会被老师骂。我觉得很棒，因为他会教我很多不同的视角，还有拍摄的东西，会让我知道原来一个人用不同的视角去拍，可以让观看者有不同的感觉。有的人是用 AI 生成的图片，也有人是用很像微电影的影片，所以我就觉得很多不同的方式可以有
不同方式可以去拍摄和主题。校长表示，现在3C 跟网络充斥在学生的生活当中，如何养成正确的媒体识读观念就非常重要。期待透过产官学合作举办的影像创作营，让 AI 科技融入学生生活，也让孩子学习如何正确的使用手机。我们期待说这样活动能够透过产官学的合作，包括中嘉，包括我们新闻局、还有教育局以及林俊杰议员、国会的这边议会这边的帮忙，让孩子能够去透过这样的 AI 科技的一个导演的一个协助，让他课程能够融入他的生活中，然后展现他生活层面的一个成果这样子。那2阶段的成果，我就觉得可以孩子学到怎么样正确使用手机，也可以把他所学的融入在这个在未来的作品当中。好，所以这个活动是非常正向的。我们也鼓励往后有这样活动，能够让我们可以多参与这样子。中嘉宽屏数位天空希望透过课程让学生学习善用 AI 工具进行创作，也期待他们课后能将所学运用到生活当中，同时建立正确的数位素养。学生完成的作品未来有机会将在圈3公用频道播出，拓展公用频道内容来源，也让学生实际参与公共媒体创作，落实媒体禁用权精神。961新闻报道。天公作美2026外木山4000公尺长泳在6月7日热闹展开，来自全国13个县市2200位选手齐聚外木山，享受海泳的乐趣和竞赛。参赛者年龄最高91岁，最小10岁。基隆市长谢国良也亲自到现场，和选手们互相加油打气。2200位选手齐聚外木山，依照主办单位的规划，陆续下海，在海上形成长长的人龙。天公作美2026外木山4000公尺长泳周日热闹展开。比赛前，市长谢国良先在场内和来自全国13个县市303个队伍的选手们加油打气，也受到热情回应，要求合影留念，更喊着“市长加油”。市长，今年参赛者年纪最高91岁，最小10岁。市长谢国良欢迎大家到基隆外木山参加特有的海泳比赛，享受山海风光，也祝福大家拿到好成绩。诚挚欢迎来自全国各县市的泳者莅临基隆，感谢所有到场支持、加油打气的贵宾跟市民朋友，共同见证这一场热情与活力的海洋盛会。外木山长泳是本市非常具代表性的年度运动活动，也是台湾少数具特色的游泳赛事活动。我们在这一次呢，不仅我们曾获得体育署委由体育总会办理10大魅力水域票选活动的第1名，也是全台唯一采取下水跟上岸地点不同，也就是我们从外木山下水，从这个大武仑沙滩上岸。今天的活动盛况空前，一共来自于13个县市303个队伍，2200个泳友热情参与。年纪最长的有91岁，年纪最轻的呢则是10岁。所以是不是我们掌声给自己鼓励一下，希望获得最良好的成绩。谢国良也向选手们强调，基隆市已经成为交通安全的城市，大家到基隆来可以安心放心。基隆市在我们共同努力之下，也成为一个交通安全的城市。我们去年跟全台湾所有县市相比，一般的交通事故我们是全台湾第1名，行人交通事故我们是全台湾第2名。今年1到5月，我们2个都是第1名，目的就是希望外地的朋友来，本市的居民居住都有一个良好、安心、放心的交通安全环境。包括议长童子伟以及立委林佩祥也都指派秘书前来致意。前基隆市议会议长宋伟立、郭美秀、秦真以及曾纪言4位市议员
以及各区的区长和立委邱慧茹、中山区服务处主任吕承佑等人也都到场为选手们加油。市议员施伟正则是和家人朋友亲自下海参加长泳比赛。记者吴俊松基隆采访报道。2026潮台北音乐节即将在8月22号到9月6号登场。透过演唱会经济、产业趋势、城市行动串联14项系列活动，记者会率先公布活动卡司，汇集国内外音乐人演出，其中也包含知名团体告五人与五月天玛莎首度同台合作，将带来精彩表演。告五人与五月天玛莎同台，宣布即将在2026潮台北音乐节合作演出。首度合作的他们互开玩笑，让民众期待届时的表演。2026潮台北音乐节即将开跑，由台北市政府与台北流行音乐中心主办的台北音乐博览会与亚洲音乐节，策展人黄韵玲召集5位人才共同策划，并率先公布音乐节卡司。讲这次其实我们密集的开会，大家讨论真的非常激烈，真的对。然后要在今天呈现也介绍给大家。那我想每个人都有很想要说的话。没错没错。对，还有人做噩梦。做噩梦，对，怕起不来。哇塞，这个压力之大，比你们选团压力还要大。真的。因为这次是我们首次登上得奖演讲，然后这次也很开心可以跟玛莎哥一起合作这个 project， 然后我们是第一次，就是除了录音之外，第一次台上我们4个人一起。对，是。然后非常非常开心，然后还真的省了一个贝斯手的钱，然后对，谢谢，谢大哥，谢谢，my pleasure， 谢谢。然后所以我们很期待可以跟沙哥来打造出一个不一样的歌单。因为上次我们在伦敦录音的时候，就是他们3个就是都聊得超开心。然后我就在旁边等，因为我要录 vocal， 然后他们就自己在那边 jam， 然后我就想说，好像真的没有我的事就有点小孤单这样。然后这一次这个就是演出终于有我的事了，哇，对我就觉得太好了，终于有我的位置在了，一定有你的事的，非常非常精彩。那新哥呢这边会打出什么不一样节奏吗？否 JJA？ 上次在那个伦敦录音的时候，跟玛莎哥第一次听到他的这个弹贝斯的声音，就通常在演唱会的时候，场地很大，对。然后这次又能够听到，虽然还不确定歌单是什么，但是我们已经在交流了，场内一定是精彩绝。潮台北举办第2届，紧扣着演唱会经济、产业趋势与城市行动3大核心，借此带动周边消费与观光产值，也展现台北流动且多元的文化节奏。我们这次有26个 live house 一起加入到我们整个行业里面来，跨了8个行政区。大家知道台北市生命力是非常非常强的。我们的多元文化，我们的创作的能量，所以呢，其实在我们的演唱会经济里面，就会看到，不管是我们在北流到呈现，以及我们在 live house 各种，我那时候去年跟前去了好多家，每一个 live house 的风貌都不一样，所以就鼓励大家一定要多多的去了解台北。这时候呢，一定要在演唱会经济里面深入到每一个的场馆里面去。再来呢，有关于产业趋势，大家知道，你要知道现在世界流行什么，那当然要最潮的就是来潮台北。所以产业趋势，不管是在产业局，我们有一些论坛，还有呢，包括我们到时候很多重量级。在流行产业里面，都会来做这样的一个我们相关的座谈也好，演讲也好。另外呢，我们还搭起平台，让国际很多的国家都能够来到这边来做相关的媒合，也希望让我们的流行产业有机会让世界走进来，让我们的产业走出去。技能特色里边，我们在品牌展览里边有60个品牌。在这边做展览，又利用北流的1楼、2楼的空间。那今年最特别是，我们会有10个国际的展位在这里。这10个国际展位，除了各位熟知的国际音乐节展位之外，
会有几个国家类似文策院这样子的单位也来北流来设展位，我想这是一个蛮特别的部分。那另外我们会邀请超过100位的国际音乐节策展人、节目买家以及亚洲媒体来到台北来做整个的过程。那在这里边，其实参加的单位，不管台湾的音乐产业、唱片公司、经纪公司或是音乐节之外，他们可以参加我们有500场的媒合。我想我们之前就在旁边主流唱片公司，他们会最在意的是，第一个是艺人的演出，第二个是媒合。所以我们是用 Terra 这个场地做500场的媒合，我想这是一个蛮重要的部分。那我们今年会有至少2场的 Keynote。以及4场的国际论坛，今年大概至少会有这样子来组成起来之后，我们当然今年还会有3个电台，我们会做 Open Studio 在北流的场域里边。那当然，这是在 TeamMax 的部分，我们希望打造一个桥梁，让国内跟国内之外，国内跟海外之外，其实很特别的是，在去年114年我们办完之后，其实有很多的国际单位、国际跟国际的合作是在我们台北发生的。所以 TeamMax 已经不只是台湾跟国际之间的交流，它也是国际跟国际之间的交流。除了音乐演出，也结合品牌展览、国际论坛、文创市集等活动，促进海内外产业交流与合作，延续去年首届吸引13万人次参与的热潮，再次展现多元文化的结合火花。记者翁俊台北报道。台流国际帆船赛8日在基隆碧沙渔港登场。今年赛事吸引来自全球12个国家与地区320位顶尖航海好手及34艘重型帆船同场竞技，点燃今夏最热烈的海洋动能与城市魅力。一艘又一艘的帆船乘风破浪，前往基隆屿展开绕岛赛。林总，你看帆船近的，哇！保养。从空拍角度来看，帆船航行在海面上相当壮观。台流国际帆船赛8日在基隆登场，难得好天气，吸引不少民众观看。而来自香港的参赛队伍，去年拿下冠军，今年再度参赛，还特别提早抵达台湾。第一次比赛很特别，它停2个岛，每一个航程只不过是1个晚上，所以相对来说它也有晚上的挑战，但是时间上也不是太长，所以对船员来说是一个蛮有挑战性。我们喜欢台湾的本地的食物啊、人啊等等，跟日本也是2个地方我们都很喜欢。所以虽然我们要经过差不多3天时间把船送过来基隆。而来自南台湾由科技业组成的队伍，对于台流杯国际赛事相当支持，强调具有挑战性。那这一次的挑战是风力的预报是差异非常大的，所以我们在起航前呢不断做讨论，所以做了一些的挣扎。我们起航其实有一点小输，但是中间不断的靠我们的经验换帆，再观察流，然后去返回议程。帆船赛事启动，民众挤满了潮境公园和101高地，欣赏34艘重帆船在海面上竞逐画面。那过往只有基隆到石原或基隆到宫古，那这次串联3个岛，那总共有240海里的这样的一个越洋赛跟场地赛哦。那我们今天是基隆屿首站第一站基隆屿的绕岛赛。那今天有34艘的帆船一起来参加比赛哦。那今天的天气其实是风不大不小，其实是最考验这个选手的技术跟判断的这个风力的这个门槛所以是最具有挑战。所以大家今天的比数其实都是非常的相近的1年1度的国际帆船赛集结了帆船好手和山海爱好者，也让民众可以近距离欣赏帆船，感受到基隆独特的海洋城市魅力。记者黄少明基隆报道。台北霞海城隍文化节即将登场，今年适逢城隍渡海来台206周年，活动自6月中旬一路延续到7月初，结合宗教信仰、设计创意与在地产业，大稻埕再度化身夏日最热闹的文化舞台。
蛋黄祭以城隍圣诞为核心，串联即将祈福、踩街绕境、市集展演与集章活动等。从淡水河即将揭开序幕到夜间暗访与日巡绕境，同时结合在地店家推出限定商品与优惠，打造吃喝玩乐一次到位的夏季盛会。霞海城隍老爷去做龙舟祭江哦，因为我们淡水河总是要希望让它更顺畅一点嘛，然后也会上来踩街跟大家互动，穿着城隍老爷的新衣啊，那再来就是重头戏啦，就是6月25呢，我们有暗访，那6月27呢，就是白天的城隍老爷也会从这个保安宫这边一路再绕回我们的城隍庙这边啊，那当然6月28刚好是农历5月14，是城隍老爷的生日，我们也有团拜祝寿。那这一天开始的5天，我们也有我们的祝寿法会哦，所以就是也欢迎大家来大稻埕走一走。这一次也有应用这个我们的主视觉有很多串联的店家活动之外，也有这个联名的吃喝玩乐的东西这样。今年主视觉由设计品牌操刀，以鲜明印花描绘城隍爷与范谢将军欢庆生日的画面，翻转过去庄严形象。同步亮相的神衣设计“道江台江双手望”，结合山海意象与历史符号，象征守护土地与见证开拓历史。画神明真的有很多的小细节是要注意的。我们这一幅大概改了1万次吧，因为呢，我们实在是有很多无知的地方。比如说一开始我们可能这些造型啊，然后谢范将军的肤色啊，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对，比如说我们这个谢将军肤色一定要更浅，比范将军更浅一点点啊。然后在上面每一个小元素，然后比如说我们要用城隍庙里面有的元素，蝙蝠啊，然后一些乐器啊等等。老爷的这次神明它有几个特色是。老爷的神衣的中轴线，我们看到的前面这一个，我们的先民来到大稻埕的时候，都会乘坐一种，就是这个它也很常出现在郭雪湖的画作里，它左右两侧的那个船头有2个大眼睛，叫做龙客船。那为什么是前面是龙客船，后面是那个蒸汽火车头？是大稻埕其实也是以前的交通地理的中枢。还有就是在老爷身上啊，其实有各种总共有5个祥瑞，象征。老爷其实他的五营就这么巧，又刚好是我们那个道江辖境的5间土地公庙。记者会现场，各界嘉宾齐聚力挺，包括市议员陈炳甫、颜若芳以及大同区长洪玉怀等人到场，共同为活动揭开序幕，展现地方对文化传承与观光发展的高度重视。老实讲，我很骄傲，我说我是这个大同区的议员哦，因为迪化街不但是台北市最出名的一个老街哦，我相信也是台湾最有特色的一个老街。但是大家来看到，也许是看到只是硬体而已，但其实我们的软体，就像我们的蛋黄祭，已经突破了另外一个境界哦。所以我想，这个是很多人在看到硬体以外没有去注意到的事情哦。所以我想，未来我们大家共同来努力哦，期待这接下去的所有的活动，例如刚刚的2位老师的这个演奏，我相信就可以期待后面的表演有多精彩哦。当这几年我们的城隍祭开始的时候，它已经跳脱了原本传统我们印象中的这个夜巡。它除了夜巡之外，其实把很多在地的文化，甚至把城隍老爷的故事，是用这样子的一个文化祭的模式，让更多的年轻朋友知道。台北霞海城隍文化节蛋黄祭将在6月13号到7月5号展开，活动串联在地历史、人文与创意，邀请民众走入100年文化，感受既在地又时髦的宗教庆典。记者李慧台北报道。以上是今天的中嘉新闻周报，我是李品荣，感谢大家，我们下次再会。